尊敬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外语学院的汉语老师，我的名字叫叶坤别。今天给你们讲的课是就是汉语的数字，汉语的数字。Bizden söyleydim bugünkü sabahımız Xitay tilinin degi sandar. Biz Kazak tilinde sandarda birden onga degan sandarni bilemiz. Birden onga degan sandar. Al endi Xitay tilinde o sandarni biz qalay ataymiz, qalay o'qiymiz. Soni senderge tushuntirib o'taman. Hop. Tamam.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
六、七、八、九、10。再读一遍，跟我有读一下啊！1、2、3、4、5、6、7、8、9、10。бірден 10ға дейінгі санды осылай Қытай тілінде осылай атаймыз. Ал енді сандарды біз рет тәртібі бойынша жаңылтпашы ретінде былай оқуымызға болады. Былай деп оқимыз. 1, 1den 10ға дейінгі сандарды осылай жаңылтпашы ретінде оқуымызға болады.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数字的写法给你们教一下，数字怎么样写？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乙，这个是乙啊，乙的写法是就这样写，乙从左到右，这个叫乙啊，乙，这个是乙。第二个数字是2，2的写法是第一个笔画横2，这个叫这是字。第三个3的写法是第一个笔画是横3，这个是3，这个叫3，我们读的时候4，这个是4。4的写法是这样子的，从左到右，第一个笔画是竖横指，然后写竖指，竖横指，竖指横。这是4，这个字是4啊，这个字是4，然后我们写好，现在1我们写了，2写了，3写了，4写了，写5吧，
这样写，无是这样写。无的写法规则是从上到下。无这个叫无啊。无的写法就是先写横，然后写竖，横，竖，横直，横，竖，横直，横，这个叫无啊，这个叫无，无字无，竖字无啊，然后写六什么？点，横，点，这么点，第一个笔画是点，横，横，点，横，点，什么点？这个叫六字，六啊，六。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六啊，这个是六，这个是六啊，六。然后写七，撇，竖，弯，钩。第一个笔画就是撇，竖，弯，钩，这个叫七啊。这个字就是七啊，七，这个是七啊，七。现在写八字，八。这个笔画叫撇，这个笔画叫捺，这个叫八啊。这写法就是先写撇，这个笔画撇，然后写捺，这个叫啊，我们读的时候这个八啊，这个叫八。这个都把有两个笔画构成的两个笔画，然后写九啊，这个九的写法就是撇，横直，弯，钩。写的时候就是第一个笔画就是撇，横直，弯，钩，横直，弯，钩，这个叫九，九啊，九，最后的就是这个十啊，十我们写一下十怎样写？这个八和九的写法都知道了，现在十的写法写一下十。好，现在我们写最后一个数字是十，这个十怎样写？十的写法是这样写，十，第一个笔画是横，第二个是这个叫竖。先横后竖啊，先横后竖。第一个笔画什么横，这个叫横，这个叫竖啊。这个字是十啊，十。这个十是这样写的，就这样写。十。今天我们这个汉语的数字学了。汉语里面说1、2、3、4到10，就这样写。汉语里面我们现在学10，其实再说一遍，好，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了今天的课就是汉语的数字，我们学了1到10。
这个是一啊，这个是二啊，这个是三三四五，这老五这么六，这是个六，七八九，这个九九不太清楚啊。最后些十最后些十就是这个。今天我们学的数字就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数字我们学一下，学了，然后你们好好学一下它的写法，掌握好，同学们。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讲的课时就是汉字的数字。现在我们都把课讲完了。好，同学们。